想抽居屋或者白居二上車，如果你係40歲以下，今次白居二2025絕對係你嘅黃金機會。點解話今屆有人係大贏家，名額多咗幾多？即刻話你知。首先講個最震撼嘅消息，今次白居二總配額加到7000個，比之前多咗1000個。當中最正係撥咗2000個青年配額，專門俾40歲以下嘅申請者。當中家庭佔1800個，一人申請者都有200個。後生仔終於有條專隊俾你排。雖然新聞稿淨係講分咗2000個位俾青年，但其實魔鬼在細節。根據房委會文件確認，個機制係咁玩，電腦會先將所有人放入一般隊抽第一輪，如果你喺呢隊抽唔中，電腦會再將你放入青年隊抽第二輪，即係話你係有2次中獎機會。咁過咗40歲嘅朋友點算？當然唔使灰心，扣除青年配額，剩低嘅5000個一般配額依然係主力，家庭同一人嘅比例維持喺9:1。即係一般家庭有4500個位，一人有500個位，大家依然有得爭。講咁多着數都要睇下入閘資格。今次入息同資產限額維持不變，同埋記住個時間表，今年第2季攪珠，第4季就會發批准信。最聰明嘅策略係點？就係兩邊一齊報，因為兩個計劃各有千抽。白居二係俾你2輪抽籤，而居屋就仲誇張。如果你係40歲以下又連續2次唔中，政府會俾足3個抽籤號碼你，一邊搏2輪，另一邊搏3個號碼，咁樣包抄先係真正嘅大贏家。知道咗自己優勢喺邊，都要了解點樣申請先得。下一集我哋會教大家了解申請流程。想知道最新嘅資助房屋資訊，記得 like 呢條片同訂閱我哋頻道，留意下集出爐啦。